半夜怪談劇場，陸濱深夜粵語廣播。有一個預言曾經描繪過一個咁樣嘅末日場景。2025年7月5日凌晨4點18分，菲律賓以東、日本列島南面嘅海域將會發生一場大爆炸。爆炸引發嘅海嘯將高達75米，香港、台灣直至菲律賓呢啲原本隔海相望嘅區域，會因為呢一場災難而被迫接壤，地貌將會徹底重塑，形成一塊相互接壤嘅新陸地。而無獨有偶，最近幾年社交媒體上面經常會有一啲關於上海2025年水災嘅消息流傳出嚟。2025年唔好去上海嘅言論，亦曾經喺一定範圍內引起熱議同埋恐慌。咁呢個預言究竟喺邊度嚟嘅呢？呢個預言有幾大可能成真呢？大家好，我係講古仔陸濱，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今日我哋就嚟傾一位號稱發夢就可以預知未來嘅漫畫家婆婆龍樹亮，以及嗰一本記錄咗佢發過嘅離奇夢境，而且喺現實生活中逐一應驗嘅知名預言漫畫書《我所看見的未來》。我哋節目開篇提到嘅內容就係出自呢一本非常出名嘅預言漫畫㗎啦。呢本叫做《我所看見的未來》嘅漫畫出版於1999年，由日本漫畫家龍樹亮根據自己所經歷嘅離奇夢境匯編而成。呢本曾經無人問津嘅絕版書，之所以喺後邊突然咁受歡迎，正係因為龍樹亮喺舊版漫畫入邊記錄嘅15個預言，其中已經有10個喺現實生活中陸續應驗，命中率達到66.7%，一度喺日本引發咗巨大轟動，無數次成為媒體同埋網絡熱議嘅焦點，而且將呢一本書同印度神童盲眼龍婆相提並論。而且因為絕版嘅原因，呢本書入手嘅難度非常之大，喺網上單本拍賣價曾經炒到16萬日元，即係大概7700幾人民幣，8300幾港元，可想而知佢究竟有幾受歡迎啦。而更令人在意嘅係，呢位風筆隱退長達22年嘅婆婆，喺2021年嘅時候，突然帶住一本《我所看見的未來》完全版重返公眾視野。而且新書入邊好恐怖咁記錄話，真正嘅大災難將喺2025年7月5日到來。呢一個言論令到呢位60幾歲嘅龍樹亮婆婆再次一夜爆紅。但係龍樹亮究竟係邊個呢？佢寫嘅呢一本《我所看見的未來》，點解可以預言出咁多嘅大事件呢？係佢真係有神奇嘅能力啊？亦或是出版社牽強附會咁炒作造神？又或者其實只係事後諸葛亮？關於呢啲問題，我哋就要翻到呢本漫畫出版嘅嗰一年開始講起啦。喺1999年首次出版嘅短篇漫畫《我所看見的未來》入邊，龍樹亮係咁樣講嘅：我冇靈異體質，但我可以通過發夢看見未來。呢位號稱發夢就可以預知未來嘅漫畫家表示，自己喺9歲嘅時候，因為重感冒喺屋企休養期間，佢陷入咗一個改變佢人生嘅夢境。喺夢入邊，佢嘅意識漂浮喺雲上面，俯瞰住慢慢轉動緊嘅藍色星球。嗰陣時，年紀仲細嘅佢第一次產生咗人點解要生存喺呢個世界嘅思考。而更奇怪嘅係，夢入邊仲出現咗一位成頭白髮、穿着亦都全身雪白嘅老人。喺見到佢嘅時候，令佢突然湧起一股強烈嘅親切感。龍樹亮認為呢個係佢人生首次遭遇嘅奇異事件。後來佢高中畢業，因為想揾一份唔需要拋頭露面嘅工作，就揀咗漫畫創作。而且20歲嘅時候，成為咗一名少女漫畫家。為咗尋找創作靈感，佢開始將自己發過嘅離奇夢境記錄喺一本叫做《夢日記》嘅筆記簿上面。當時日本動漫產業嘅競爭非常之大噶嘛，
龍樹亮勤勤懇懇咁創作咗20幾年，依然默默無聞。咁最後喺畫完《我所看見的未來》呢本封山之作之後，佢就決定封筆退出呢一行啦。當年出版嘅呢本漫畫，亦都如佢所料，銷量非常之差，所以喺市面上並冇幾多本出售嘅。我所看見的未來呢本書啊，有啲類似日記，入邊記錄咗龍樹亮喺1985年到1996年期間所發嘅15個夢境。但係漫畫嘅封面呢，幾有意思下嘅，係一個攞手擋住左眼嘅女仔，而佢右眼就流緊眼淚。嗱，我了解過啦，喺日本漫畫入邊係一個潛在嘅規則，叫做左右眼規則。左眼代表過去，右眼代表未來。咁作者可能係喺度通過封面嘅寓意，傳達自己見到嘅未來係令人悲傷嘅。咁封面除咗呢個女仔之外，作者仲列出咗一啲預言喺上面，就比如話2011年3月大災難等等。只不過喺當時默默無名嘅情況下，冇人將呢本漫畫書當係一回事，就連作者本人都估唔到呢本失敗嘅漫畫會喺沉寂10幾年之後突然一夜爆紅。2011年嘅3月11日，日本東北部太平洋海域真係發生咗9級大地震。呢場世界第5大地震引發咗一場高達23米嘅海嘯，並造成咗福島核電站嘅泄漏。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18000幾人喺呢場天災中罹難或者失蹤。直到大地震徹底過去之後，大家先咁啱發現呢一場災難似乎神早喺10幾年前就已經俾人預言咗。因為1999年出版嘅漫畫《我所看見的未來》嘅封面上面就好明顯咁寫住大災難2011年3月。一時之間，我所看見的未來漫畫俾人挖出準確預言咗311地震而瞬間爆火。呢個夢係龍樹亮喺1996年3月11日發嘅。佢夢到喺2011年3月嘅時候，喺日本會有一場大災難。雖然具體地點唔知喺邊度，佢依然將呢場夢記低咗落嚟。根據龍樹亮收尾表示，2006年嗰陣佢又再次發到呢個夢，而且夢到嘅地點正係東日本。只不過由於舊版嘅內容已經喺1999年出版咗啦嘛，咁佢就唯有將呢個夢境補充記錄喺佢嗰本夢記錄嘅簿仔上面，並冇發表到。當然啦，呢啲都係後話嚟噶啦。而隨住311大地震嘅發生，我所看見的未來知名度大增，媒體同網友發現咗一個更驚人嘅事實：龍樹亮喺漫畫入邊收錄嘅15個夢境，居然有成10個喺現實生活當中一一應驗。咁而有2個呢，因為夢境太過零碎啦，就連作者本人都唔知道係咩意思。就比如話夢入邊出現咗寫住99.8.2呢個數字嘅紙仔，以及喺1995年6月12日佢發夢夢到一張寫住回記呢2個字嘅紙仔。咁而計埋完全版入邊提及嘅預言呢，目前係有3個夢境並未發生或者尚未發生嘅。咁呢3個夢境就分別係1991年夢到嘅富士山大爆發，1981年夏天夢到嘅橫濱海嘯，以及1999年7月5日發夢夢到嘅2025年7月日本同菲律賓之間嘅海面大災難。咁呢3個仲未應驗嘅預言係唔係代表就唔會發生呢？咁係唔一定嘅。我哋先嚟睇下之前已經應驗嘅有邊啲預言，以及佢哋發生嘅時間。咁我哋可能就可以從中揾到預言應驗嘅規律。頭2個夢境呢係同同一件事有關嘅。1976年11月24日，龍樹亮夢到英國著名搖滾樂隊皇后樂隊嘅主唱因為感染傳染病而離世嘅新聞。到咗1986年11月28日，佢再次夢到皇后樂隊，夢境入邊嘅所有成員都有銅像，唯獨就得主唱冇。喺現實之中，5年之後嘅1991年11月24日，主唱弗萊迪因為艾滋病引發嘅支氣管肺炎不幸離世。第3個
1982年4月25日，佢夢到日本一位年輕嘅搖滾歌手過身。咁現實之中，10年之後嘅1992年4月25日，日本著名搖滾歌手尾崎豐因為藥物過量引起嘅肺水腫死亡，年僅26歲。第四個，1989年8月27日，龍樹亮嘅夢入邊出現咗一個類似隧道咁樣嘅昏暗洞窟。佢坐喺地下，見到身邊企咗一個着住淺藍色夏日連衣裙、打大赤腳嘅女仔。佢睇唔清呢個女仔嘅樣，亦都聽唔清佢喺度講緊乜嘢。咁而現實之中嘅10年之後，佢喺橫濱某公園附近散步嘅時候，發現當地防空洞同夢境入邊嘅洞窟一模一樣。咁佢就影相留念啦。點知就喺幾日之後，嗰個防空洞發生咗女性遇害事件，死者嘅衣着特徵同佢夢境出現嘅女性不謀而合。第五個，1992年嘅8月31日，龍樹亮發夢到戴安娜王妃死亡。喺漫畫嘅封面入邊都有畫到呢一幕嘅。咁喺現實之中，5年之後嘅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王妃因車禍過身。咁第6到第8個夢境呢，係發生喺1995年嘅1月2日。龍樹亮喺一個夢入邊連續出現3個零碎片段，多數人都認為呢個夢境應驗咗3件事嘅。咁喺第一個夢入邊，佢夢到日本神戶嘅大地裂開咗。呢個夢境喺漫畫嘅封面都有提示過嘅。咁喺現實之中嘅15日之後，神戶發生咗7.3級嘅阪神大地震。喺第2個夢入邊，天上出現咗一位女性，龍樹亮喺夢入邊請呢一位女性帶佢離開。咁對方就話啦，5年後會嚟接佢，可能係為咗應驗呢一個夢境呢。2000年，龍樹亮正式封筆。第3個夢，佢夢見2020年嘅時候，日本出現咗一種新嘅病毒，同年4月病毒慢慢消失，但喺10年之後會再次席捲而嚟。咁現實之中嘅5年後呢，即係2020年嗰陣，日本新冠爆發，而喺4月份嘅時候，疫情的確係有一段時間嘅好轉。咁至於10年之後呢一個病毒會唔會再度來襲，我哋就不得而知啦。嗱，講開呢一個夢境呢，我就稍微再提多句，有部分嘅資料話，關於新冠嘅預言係其他人冒充龍樹亮捏造出嚟嘅。咁我查過相關嘅百科同埋新書嘅簡介啦，確實係冇見到有關呢個預言嘅明確提及，而且因為揾唔翻1999年出版嘅漫畫原版，所以目前仲冇辦法確認呢個預言究竟係真係假嘅。咁如果有睇過原版嘅朋友呢，希望你可以喺評論區度分享下。咁第9個就係我哋前面提及到嘅1996年夢見嘅311大地震。嗱，剩低嘅預知夢呢，大部分係同龍樹亮自己相關，好難去驗證嘅。就比如話佢夢見一位知名嘅印度聖者，咁收尾喺現實之中呢，係真係有同對方見面嘅。再比如話93年9月14日，佢夢見一位婆婆喺個岔路口度對佢大叫。1年之後，佢舅公嘅葬禮咁啱係喺呢一日，而且佢喺前往葬禮嘅會場途中，經過咗同夢境相同嘅分岔路口。嗱，聽到呢一度，有啲細心嘅朋友可能已經揾到呢啲預言發生嘅規律啦。呢啲預言發生嘅時間呢，係有2條規律嘅。一係呢啲預言大部分都以日或者年為單位，呈現5、10、15、25咁樣嘅時間間隔。嗱，即係話發預言夢嗰一日，再加15日或者係5嘅倍數年份，咁就係現實之中事件發生嘅時間啦。而第2條規律就係，如果夢入邊有一個明確發生嘅時間，咁就要以夢中嘅為準。龍樹亮表示話，具備預言夢嘅能力唔單止得佢一個，好多人應該都有嘅，只不過係自己唔記得啫。當你初次去到某個地方或者初次做某件事嘅時候，如果產生咗似曾相識嘅感覺，話唔定就係曾經喺夢入邊穿越時空，提前體驗過。咁好啦，講到嚟呢一度，封筆20幾年，而且晨早轉換咗職業身份嘅龍樹亮，點解仲要重新出版
我所看見的未來嘅完全版呢？完全版又同之前嘅版本有咩區別呢？嗱，事實上喺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龍樹亮聲名鵲起，佢之前出版嘅絕版漫畫書瞬間成為大家瘋搶同埋深挖嘅焦點。但由於作者本人封筆咗咁多年，而且封筆之前又冇咩名氣喎，加埋龍樹亮呢3個字呢，其實只係筆名嚟嘅啫。大家對龍樹亮嘅真實身份一無所知，對於佢係邊個，係男係女啊，完全唔清楚。咁啊，導致各種造假嘅新聞撲面而嚟，甚至有冒充嘅人公然接受咗媒體同埋雜誌嘅專訪，仲口行行咁宣稱即將會出版新嘅預言漫畫，同時喺網絡上面肆意發佈各類預言。就譬如話2021年8月富士山會火山爆發咁。直到佢嘅侄仔侄女向龍樹亮講翻呢啲事嘅時候，龍樹亮先嚇咗一大跳，佢就覺得有必要出嚟澄清發聲，表明態度。所以佢選擇重新出版完全版書籍，而且提供咗新嘅內容素材。佢希望一嚟可以杜絕所有人繼續冒充佢散播假消息，二嚟經過咁多年啦，佢對自己可以預見未來、接收預言呢件事有咗全新嘅感悟。佢話預知係一種警告，正因為可以避免，所以先會被睇到。佢認為係有防止災難、令災難縮細規模嘅方法嘅。於是喺2021年嘅10月，龍樹亮同飛鳥出版社合作推出咗《我所看見的未來》完全版。新書一經上線，就喺亞馬遜圖書排行榜上面長期佔據榜首位置。咁完全版同舊版又有啲咩區別呢？嗱，首先講下封面啦。雖然仲係嗰個女仔嘅形象，但佢嘅狀態完全唔同晒，右眼唔再流眼淚。封面最左邊夢日記嗰一欄入邊，原本標注嘅1985至1999年，其中1999呢幾個字呢，俾作者換成咗佢個名龍樹亮。咁有讀者就解讀話啦，咁可能係因為呢本漫畫入邊嘅內容包含晒佢可以見到嘅佢死之前嘅所有嘢呢。正如開篇提及到咁樣，龍樹亮喺完全版入邊補充咗一個預言，就係2025年7月將會發生一場重大災難，而且會引發驚天海嘯。嗱，有關2025年大災難嘅預言，佢具體夢到嘅情景呢係咁樣嘅。根據龍樹亮嘅文字記錄，喺1999年嘅7月5日深夜，喺佢去印度旅遊期間，佢發咗一個匪夷所思嘅夢。佢夢到自己嘅意識脫離咗身體，靈魂漂浮喺地球之外。當佢從高空俯瞰地球嘅時候，佢見到喺日本同菲律賓之間發生咗一場大爆炸，海水翻湧，地震同海嘯隨之而嚟。嗰度係咁寫嘅：如果要進行比喻嘅話，就好似煮滾咗嘅濃湯咁。日本列島南面嘅太平洋水位上升，唔知道係海底火山定係炸彈。與此同時，佢仲見到當時嘅日本人着住短袖，即係暗示災難應該係發生喺夏季。關於當時發嘅呢個夢，龍樹亮曾經同佢住喺一齊嘅女性朋友講起過，但喺嗰個夢境入邊，佢並冇睇到過太多細節。直到20幾年之後，佢又發咗個相同嘅夢，而且呢一次夢境入邊嘅細節有咗驚人嘅補充。佢清楚咁感知到災難發生嘅日期同時間係2025年7月5日凌晨。佢喺書入邊係咁詳細記錄嘅。突然，位於日本同菲律賓中間嘅海底開裂噴發啦，結果導致海面巨大嘅海浪向住四面八方擴散開去。太平洋周邊國家受到大海嘯嘅襲擊，呢次海嘯嘅高度大概有東日本大地震3倍左右。受到海浪衝擊，陸地被擠壓拱起，從香港到台灣，一直到菲律賓，都變成咗互相接壤嘅情況。龍樹亮仲發夢夢到自己就死咗喺呢場災難入邊。
喺佢嘅夢入邊，大家過嚟參加佢嘅葬禮。雖然夢入邊冇辦法知道具體嘅年代，但係日期係非常清楚嘅，7月15日。至於佢最終嘅死亡係咪真係同呢一場災難緊密相連呢？佢自己話自己都唔知道。呢個預言嘅蝴蝶效應，隨之就喺各大社交媒體不停發酵。有人表示話，關於2025年上海會有水災或者引發海嘯，而且衍生出2025年唔好去上海嘅言論，呢樣嘢呢，就係從龍樹亮嘅呢部漫畫入邊傳開嚟嘅啦。自從呢一個話題喺各大社交平台流傳出嚟之後，可能係情緒傳染嘅原因啊，唔少人曾經都喺某啲地方表示話，自己真係有發夢，夢到咗海嘯，而且夢到上海被水淹沒。咁對於呢啲講法，有人係覺得太過荒誕，有啲人就唔發表意見，有啲人就將信將疑，有啲人甚至已經組織咗一個2025年海嘯預備群。聽講群入邊傾偈嗰啲內容啊，主要仲係根據龍樹亮嘅預言去討論避難嘅細節，以及做應對物資逃生嘅準備。咁龍樹亮嘅預言係咪真係會全部應驗呢？呢一切只能夠等待時間俾出答案啦。如果7月15日真係如期發生咗佢所講嘅嗰一場災難，咁唔再需要任何其他證明，都可以坐實佢預言家嘅身份。但相比終於可以親眼見到世界上出現一個真正嘅預言家，我依然更加希望呢個預言並非真實，因為呢一場災難對人類帶嚟嘅傷害將會史無前例咁巨大，我哋每個人都冇辦法保證自己唔會受到任何嘅牽連。咁你呢？唔知道你係點樣看待呢啲預言嘅呢？歡迎你喺評論區入邊分享你嘅諗法。如果對呢一類預言題材感興趣嘅，都可以睇下本期節目簡介嗰度，我已經將之前幾期預言相關嘅節目分享晒出嚟，方便大家收看㗎啦。咁呢期故事就講到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本期節目嘅話，希望可以點一個 like。咁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咁就爽手啲咯。我係講古仔碌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喺我呢度，每個星期六晚都會為你帶嚟半夜怪談劇場，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相信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如果大家中意我講嘅古仔，歡迎 Super Fans 或者加入我嘅會員支持製作，多謝大家，我哋下集見。